嚟到荃灣嘅麗城花園，實用面積746尺。由於樓齡都接近40年，所以屋主都想幫屋企大翻新。電視特色牆用咗淺木色背板，襯托灰色水泥紋牆紙，方便屋主清潔打理。一家5口本身都住咗一段時間，唔單止有好多雜物需要收納，亦都有好多嘅收藏品唔知點樣去擺放，所以我亦都特別設計咗玻璃飾櫃，咁啲收藏品都可以好好咁樣展示出嚟。全屋有5個人居住，而女戶主最重視嘅就係廚房啦。平時都中意煮嘢食嘅女戶主，間唔中都會邀請親朋好友上嚟屋企食飯，所以廚房同飯廳之間嘅間隔牆我哋打通咗，咁就可以一邊煮飯一邊同朋友傾偈。呢個廚房台面空間除咗可以作為備餐區之餘，亦都有大量嘅收納空間。呢個單位嘅主人房都非常寬闊，放到張4尺半嘅床之餘，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而旁邊都擺到一張書台同埋書櫃，都唔會感覺壓迫。而衣櫃就放咗喺床尾嘅位置。呢個房間係屋主嘅爸爸媽媽房，為咗可以擺放到2張單人床，我哋將原有嘅房門移向中間，而床頭可以做到一個細嘅衣櫃，床尾都有空間可以擺放到一張書台同埋書架。